娘，您好像看上去不太高兴啊。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没看见今天杨家这局面，指不定有什么好事。此话怎讲？俗话说，老天欲要你灭亡，必先让你嚣张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话呀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杨家一下子受赏良田1000顷，黄金美眷无数，就连黄家在翠山的山庄都赐给了他。这一时间啊，杨氏一族啊，在帝都那是炙手可热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嗨，娘娘，杨家在南下拿下了一大块地啊，这点赏赐根本不算什么。也是。不过齐胜现在对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一眼，哎，就连我脸上这些痘他都没看见，就凭他对我这个态度，由此可见，这一定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风平浪静啊！看来我皇后的位置怕是不保了。九王，娘娘，你的脸是怎么了？别问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一会儿赶紧去跟杨言说一声，让他吃饭走路都给我小心点，别那么嘚瑟。我怕最近会有什么闪失。为什么呀？最近杨家风头正旺，树大招风，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，九王？还有，我最近有点乱，看到你我就更乱了。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朕的谋划，你等可记清楚了？皇上果然是好计谋，臣都记清楚了。朕的这个办法，只是委屈了杨将军。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杨将军为南下朝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朕对你的那些封赏，远远不及杨将军的一腔热忱。但如今，却还是不免危及杨家。皇上，您此番话真是折煞老臣了。那些封赏对臣来讲，远不及为皇上排忧解难。朕也是陷入两难之地，才不得不做此打算。如果朕再不做声，怕是他们真的要翻了。九王行事一向谨慎，皇上的计谋正是趁他风头正旺，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。这便是温水煮青蛙。朕就是让他们不易察觉，慢慢卷入事端。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便为时已晚。皇上，杨将军请放心，朕不会真的动手，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。皇后也必须要明白，谁才是他真正可以依靠之。皇上圣明。杨将军，到时候范御史那边有什么需要，你也帮衬一把。尤其是杨岩那边的动向，你需要及时和范御史通气。臣一定谨记于心。朕说的步骤，你等记住，一步都不可以走错。是，皇上。杨家大获封赏，我们更要谨言慎行。这是鹏鹏特意嘱咐的。女神都发话了，那必须遵守啊！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此时不宜徒生事端。放心吧。哎，啊，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，车受损也不严重。你走吧，不用你们赔了。不用我们赔了，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。嘿，这条路本就不宽敞，难免发生事故。你我各退一步也就罢了。你眼瞎吧？这条路窄吗？你们不紧不慢的走着，影响了别人的驱车。哎，
你怎么说话呢？让你家主子出来，我跟你说不着。是谁在叫我呀？哎呦，原来是范御史啊！刚出了点小摩擦，都是自己人，就不计较那么多了。杨公子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本御史可都是听到了呀。你当然是没事儿，可我的马儿受了惊，车受了损，我的车夫又受到了精神创伤。呀，我的马儿肯定是吓到精神分裂了。哎呦，我这老寒腿又发作了。你说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说吧，是不是缺钱花了？这是什么话？你以为有钱能摆平一切吗？范御史，如果深究起来，此事并非我一方之错呀。你，九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就着没事找事儿。用娘娘的话就是，你丫的没事找事儿吧啊？你丫谁呀？你他妈敢推我？你呀？你呀？嘿，你呀？你呀？哎呀，你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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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的事情，朕都明白了。原本是场交通事故而已，只是九王和杨玉的小儿子仗势欺人，对你大打出手。可是如此。是啊，皇上，那杨延将我的车夫暴打，还辱骂他是鸭。我的车夫不堪受辱，昨夜投河自尽了。各位爱卿，尔等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不妨谈谈对此事有何看法。禀皇上，九王那里当人的行事作风，大家早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了。对于那人干的那些事情，大家心头很不满意。确实如此啊！对于他们的种种做法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啊！他们如此嚣张，背后可还有别人撑腰？这，皇上，这个事情要是一直追究下去，可能会波及波及什么？皇后，张家，朕乃一国之君，朕需要顾及谁的颜面吗？皇上，这事儿要是深究下去，确实波及到皇后娘娘和张家呀。对头，还有跟九王关系好的那些王爷也脱不了昭昭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给我查下去。朕给你们3天时间，给我一五一十的查出来。是，要得。